何時忘掉絕嶺上領略活着美妙，山依舊心卻麻木了，相見兩翼風中折掉，現實命我放棄最美麗青鳥。你說過仲悠悠很重，深信是我去到結局扭轉苦痛，全憑着我意圖從未動，來日會高飛遠航，爭取天般壯闊光輝未來，終必發現腳下每步山與欲來，悲傷苦楚懊悔不需掩蓋，他朝化做熾熱，渴望着破曉的愛，此刻不必強忍淚流，這一次每滴眼淚伴歡笑再流，踏上世界最高處傾出我所有，才查明在心裏力求，一生跟你緊扣。你呢種貨色竟然可以入到決賽大會？哇！好似你咁弱嘅高達，係需要接受神之手嘅制裁。衝上去啦，哈哈流！竟然敢捅小我！不招利彈決服，贏咗啊！接裁決之旅，好啦，各位，嗰部就係今次大賽嘅頭號奪冠熱門新希臘嘅宙斯高達。呢部高達格洛真係好強悍啊！不過主角多蒙卡修嘅開幕禮嗰陣就咁樣講過：師父，我為咗同你決鬥，我會以全勝姿態晉級。到底嚟緊嘅發展係咪真係會咁順利呢？其實仲係未知之數，因為佢仲未完全清楚知道神高達嗰招最強必殺技究竟係一招點樣嘅招式。既然係咁，簡單去到 ，Ready Go！ 睇我嘅呢一招，全新嘅必殺技。呢個就係爆熱神之掌。講真，呢張牌真係冇嘅趣味啊！跟住落嚟嘅對手就係、就係嗰部發表咗全勝宣言嘅神高達。唔錯，就佢話啦。如果多蒙卡修喺呢度輸咗，佢都只不過係得咗嘅程度，更加唔使指望嘅冠軍。冇錯啊！哎呀，唔通你係擔心佢嘅對陣安排先至過嚟？獅子會將自己嘅仔推落深谷，只有爬得翻上嚟嘅先至算係自己嘅仔。照住呢個做法，我要多蒙不斷去挑戰最強嘅對手。當佢克服咗呢啲考驗，多蒙先至可以成為我心目中嘅武鬥家。冇錯，係為咗我啊，東方老師。多蒙爺，喂，多蒙，你今日就唔使搬走噶嘛？我特登喺呢度就係想你可以靜靜咁準備比賽。但係呢度唔啱我。點會老地？
淡，聽日喺會場見下。等陣啊，多蒙，冇得啱啱好，我啱先。有事就揾尼恩啦。喂，你第一場比賽嘅對手已經定咗啦喂！聽完唔好嚇親啊！對手係新希臘，唔通係呢一台就是高達，冇錯，就係被稱為今屆大賽頭號奪冠熱門嗰個。估唔到首場就對住最強對手。咪引我笑啦！你咁驚佢乜嘢啊？神高達就係為咗贏咗而存在噶嘛！你幾有信心？我哋圭亞那高地嘅修行絕對唔係流嘅。咁你要去邊？先去揾下地方住先啦。咩話？揾地方住？呢件到底係咩事啊？算啦，呢度就由得佢中意點就點。嗰個，我哋冇仲係去帶翻嚟翻屋企啦。李煙啊，真係啊，多蒙呢個人。多蒙，嗰個就係新日本嘅鬥士，聽講佢係其中一個奪冠熱門嘅。哇，真係好型啊，係我好中意嗰類型嘅噶。聽講佢第一戰嘅對手係宙斯高達，黃手上嘅分組安排都真係幾狠啊！不過真係有咗頭，因為嗰個宙斯真係好鬼勁噶嘛，73、8、9日，宙斯必勝，真係可憐。多蒙卡獸第一場就令佢哋全勝宣言泡晒湯，根本冇人知道我部神高達到底有幾咁厲害嘅。嗰個就係傳說中嘅宙斯高達。果然犀利，唔怪之得會被視為今屆嘅奪冠大熱。但係同我哋神高達相比，仲差得遠。我口氣真係唔細喎，你就係多蒙卡修。冇錯，就係我。我係新希臘嘅馬基洛特，啱啱嗰拳係對你嗰個全勝宣言嘅見面禮。真係好高大啊！冇錯，我最憎嗰啲自大嘅鳩火，冇到都想嘔。既然係咁，呢份見面禮，我一定要好好回敬你。最近過得點啊？好餓，仲未完啊！等你知道咩叫一山仲有一。咁你哋咁樣，當初不如直接發表全敗宣言仲好啦。唔得啊！我周圍都揾過晒，但都係揾唔到啊。總之，聽日仲要準備比賽，你都係先翻咗一次先啦。好，不過我想再去海邊嗰邊揾多次啊。佢先。多蒙君呢個人咁樣隨心所欲法，的確係令到人好頭痛。真係，到底要到幾時咁先會有身為代表一國嘅高達鬥士應有嘅覺悟啊？算啦，卡拉圖委員長，我哋就相信佢啦。你哋成日咁樣縱容多蒙，話是話佢係咪仲未學識神高達嘅新必殺技㗎？係關於爆熱神之掌嘅事，佢仲係一無所知。真係多蒙呢個大笨蛋，到底去咗邊度啊？同
媽好似你呢種咁嘅弱者，就由我哋對你降下高達之神嘅審判啦！頭先嗰個係夢，但係如果而家同佢打嘅話，我就會落得佢嘅下場。呢度係，你終於醒佢啦！你到底係邊個啊？問我係邊個？你呢句早晨問候都幾特別喎。係啊，係啊，冇錯，明明係我哋救過你。係唔係？唔都啱你胃口啊！我真係仲未正式噶，多謝你嘅救咗我。我哋唔可以見死不救噶嘛！真係好唔好意思啊，其實我係多蒙卡修，我識你啊！你係 New Japan 嘅高達格鬥家嚟噶嘛？聽講你今日有第一場比賽喎。係你做緊咩啊？身為格鬥家，仲喺度發白日夢。阿敏，幫我哋嗰樽柯羅蟲粉末過嚟。柯羅蟲呢？嗰樽啊，咪又喺你面前咯。呢樽係？係啦，就係呢樽呢種叫柯羅蟲嘅昆蟲，身長雖然得2厘米，但係佢會獵食比自己大幾倍嘅蟲，係一種好勇敢嘅昆蟲嚟嘅。雖然係弱者，但係為咗生存，佢哋絕對唔會放棄。咁你都唔好客氣。面對比自己強大數倍嘅強大敵人，4年一度為咗爭奪地球同宇宙主導權而舉行嘅高達格鬥，喺呢個激烈嘅第一會場擂台，參賽嘅高達正喺度進行住激烈嘅互相對峙。但係新日本嘅首腦陣容睇落有啲唔妥，其實亦都難怪佢最關鍵嘅鬥士多蒙卡修，直到依家呢一刻都仲未見到佢現身。真係完全估唔到事情會發展成咁嘅。佢哋嘅肯定係因為驚嘅宙斯高達，所以先至一直都唔敢現身。黃生，佢哋你根本就唔了解多蒙呢個人係點樣噶。你嘅意思係咩？冇錯，如果對手越係比自己強嘅話，佢就越係會勇往直前。多蒙卡修就係一個咁樣嘅武鬥家。唔通你而家已經輸咗啦咩？係。你心裏真係咁樣問嚟咩？係。如果係淡嘅話，就代表你發現佢自己嘅弱點，所以你先至會咁驚。淡真係恭喜晒，梗係值得恭喜啦，因為你已經好清楚呢場仗係贏唔到嘅。聽你咁樣講法，真係完全係冇咩好猶豫噶啦。淡就只有一個方法。你講得冇錯，只有一個啊。其實呢，就係柯羅蟲。阿爸，我好中意你啊，請你俾我哋呢艘船渡住啦。等你可以贏到先啊！淡就一言為定，弱者先至會取得勝利。有呢種志氣就啱啦。係啊，爺爺，阿海、阿敏，開船。喂，多蒙啊，你去咗邊度蕩啊？你朗落都幾淡定喎。真係非常多謝閣下，我哋都會喺度舒舒服服、安安靜靜咁觀戰噶啦。欣賞下你部新嘅高達。燃亮着光輝正義，誰若要阻我路人就要擊退他。咁啊，
如你所言，用全勝姿態贏翻嚟多蒙卡蘇。好，上啦！睇嗰陣高達。而家高達格鬥 ，Ready Go！ 香港網啊！機動追蹤系統嘅同步過程進行得好順利，彈咗落去絕對冇問題啦！加油啊，德蒙！我就認我哋唔畏懼佢現身嘅呢份勇氣啦！你講咩話？就算我要粉身碎骨，都要拉埋呢一齊陪葬。這身攻擊咩？好，我明白啦，我就如你所願，將你碎屍萬段，去死啦！好強嘅力量啊！我真係唔想再理你噶啦！你竟然喺度亂咁話係咩河羅蟲啊！我啲明明只係普通香料嚟嘅。唔緊要啦，係為咗等我可以消除迷惘啊！果然機關炮係冇效啲咩？係時候送你最後一程啦！自大嘅 Neo Japan， 同夢境入邊一樣，但係而家咁我係賀羅姆。贏咗啦！哦，竟然一擊就搞掂咗走私。勝負而家先開始。接招啦！制裁之類。值得讚賞，你係第一個令我離開戰車嘅人，但係呢個罪名好重嘅。咩全勝宣言啊，簡直荒謬！好似你種黃毛小仔，翻去練多幾年先啦，4年後又好，8年後都好，我隨時候教多蒙喺度搞緊嘢啊！係啊，佢嘅勝負已經分咗啦。唔係，佢正忍受緊痛苦，等待取勝嘅機會。冇錯，多蒙卡修係唔會就冇認輸噶！快睇，沙夫魯嘅文章正喺度呼喊着咧，佢哋就係 King of Heart 啊！笑哦，原來你仲有氣力笑得出。既然係咁，我就一等送你上西天。B 啟氣神，而家都鬥斯高達最大出力。放馬過嚟，無論幾多次，我都會同你死過。滾長生呢條友，德蒙啊，就冇用高根特嘅必殺技，一開係贏咗噶啦。媽話唔通連呢部高達都有 Shining Finger 嘅功能噶嗎？係啊，係咁，爆熱高 finger，大過作龜有嘅高地修行嘅你，絕對可以發揮出嚟。冇錯，
憑住明鏡止水之心贏翻嚟嘅力量，決一勝負。我呢隻手正喺度火紅咁燃燒，佢正喺度高聲叫我一定要捉緊勝利。熬夜，我都別唔通，原來一直以嚟嗰個自大傲慢嘅人就係我。好多美食多到一籮籮，又好似排場蝦同冰糖燕窩。一張地圖點樣去睇真啲？唔識講英文，開口耳我。的士司機佢聽到精彩係精彩，東方老師果然眼光獨到。多蒙啊，你今次做得真係非常之成功。了唔起係河羅松嘅勝利，後生仔亦都係唔知名香料嘅勝利啊！咩話？原來俾你老穿噶啦！你年紀輕輕都幾醒目喎！你冇喺度講緊咩啊？話俾我聽。咁所謂啦，唔好講呢啲，我哋去慶祝。係啊，慶祝我同該Gundam嘅初次勝利。どんな夢を見てるの？穏やかな寝顔。愛しくて君の肩そっと抱き寄せた。広いこの都会で君と迎える朝が一番大切だから。優しさだけじゃ愛は奪いきれない。そう誰か傷つけても君の笑顔だけは譲れない。優しさだけじゃ愛は守りきれない。君だけをいつも見つめてる。皆さんお待ちかね。ドボンの次なる相手はネオインド代表のコブラガンダム。長い体で敵をグイグイと締め上げます。しかもガンダムに憧れる少年のいたずらでドモンはピンチに追い込まれてしまうのです。機動武闘伝 G ガンダム、頑張れドモン、友に捧げた大勝利にレディーゴー。最強のハイパーモードに変形した G ガンダムはデビル軍団四天王マスターガンダムとの壮絶なバトルを繰り広げた。爆熱ゴッドフィンガー60分の 1G ガンダム発売。